桃园新竹的大雨嘛，造成灾情哦。新竹的新丰在24点钟内就累积超过350毫米的雨量。气象局表示讲，这波方面下晡就往南平线，所以中南部地区就要注意部分所在会向下大雨。后礼拜一会阁有另外一波方面影响台湾。上一次是3年前。3年前。也是这个月。为昨暝开始，台湾北部一阵大水雨，雨势落了真凶，也若雨水上高的新竹。有民众是规暝拢唔敢困，因为家民众甲车驶入去淹水的所在会调车，真侪有积水的所在拢已经有封锁线。透过雨量观测站的资料嘛，发现讲，这波方面累积的雨量，上届这3名拢伫咧新竹县新丰乡，24点钟内累积的雨量超过350毫米。加在气象局讲，这波方面为下晡开始就会慢慢减弱。北部地区的降雨的话，有机会稍微趋缓一些，但是要留意在中南部，刚刚有提到西南风带来一些水汽的现象，所以在中午过后的话，可能在接近山区还是比较容易会出现短暂雷阵雨的情形。气象局表示，下晡开始雨水会大大减少，不过真紧后一波的方面，难免随到到位。下一波降雨高峰预计会发生在礼拜1的晚上到礼拜2的清晨这一段时间。第二道锋面逐渐的通过台湾上空，将会为台湾带来比较明显的降雨。气象局表示，为昨昏暗时到今仔日的日时，雨水主要是落伫中部以北，虽然中南部嘛有局部的阵雨，不过雨水的量也是无够，对南部靠岸甲水库的水情帮助是无大。记者李朴凯台北采访报道。